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 小偉。依家係2025年嘅3月24號深夜，亦都係接近3月25號嘅凌晨。喺呢段時間，我就同大家講講一啲都幾重要嘅信息，因為好多谷友都問。我亦都之前都講過，不過可能唔詳細，咁所以咧就引來好多嘅發問啦。咁亦都有人問神同佛有咩關係㗎？咁我又講神又講佛，係咪？咁啲人就更加深入去問，咁菩薩又有咩關係咧？咁羅漢又點嚟嘅咧？咁咩又叫金剛？咁點解個個維度都有神？神又係乜嘢咧？咁亦都有谷友問阿修羅係咩喎？咁首先講阿修羅啦，其實每個世界都有阿修羅，第三維度都有阿修羅。阿修羅基本上嚟講，佢係一種特定嘅世界，佢哋可以降生於係我哋嘅三維嘅地球，喺我哋人類生活之中裏邊，佢喺我哋嘅身邊，亦都喺第四維度嘅世界裏邊，佢哋有唔同嘅社群，唔同嘅society， 佢哋有唔同嘅城邦，佢哋嘅 kingdom， 佢哋喺第五維度都有，即係話喺好多世界裏邊都有。佢哋係基本上喺佛法嚟講，劃分阿修羅，佢哋都係善人，只不過佢哋有內心嘅執着，有好多嘢放唔得低，但係佢哋都行善。有啲喺三維嘅人類，佢哋離開咗三維嘅世界，由於佢哋好多執着。好多嘢放唔得低，拿住咁，但係佢哋又唔係大奸大惡，佢哋就去到第四維度嘅阿修羅，有啲又翻嚟三維度嘅地球，佢哋輪迴，佢哋就成為人類嘅阿修羅啦。人類嘅阿修羅係點㗎？好執着咯，乜嘢都咬親死。有硬頸，但係佢哋係善良嘅，佢哋又唔會害人。但係當佢哋非常之執着嘅時候，佢哋就會做錯事。呢個就係喺三維度嘅人類之間嘅阿修羅啦。其他維度有冇？有，佢哋有佢哋嘅世界，佢哋有佢哋嘅領導者。我哋稱之為阿修羅王。咁其他嘅維度空間又有咩嘢咧？除咗第三維度，喺四維、五維、六維、七維、八維、九維、十維、11維，好咁多維度，仲有二維、一維喎。嗰啲生命，我哋叫佢哋做咩㗎？有個統稱㗎，我哋叫佢做神。神係點嘅咧？神有冇好壞㗎？有啊！你嘅心諗乜，你就感染到啲乜。你向善嘅，你就會感染到啲善神喺你身邊；你向惡嘅，你向邪嘅，你就會感染到邪嘅神、惡嘅神喺你身邊。每個維度，每個世界嘅生命，我哋都稱之為神。如果嗰個世界嗰啲生命比較邪惡嘅，嗰啲咪邪神咯；如果嗰個世界啲生命比較善良嘅，嗰啲咪善神咯。咁唔同嘅維度空間有好多嘅世界，我都講過，一個維度裏邊有過億嘅世界，有啲擁有好先進嘅科技。有啲擁有一般嘅科技，有啲已經毀滅，重新
再啟動，重新個開始。有啲好先進嘅世界，科技先進嘅世界，佢哋穿梭唔同嘅維度，佢哋有啲經常過嚟三維嘅地球，佢哋經常睇下啲人類點樣，佢哋都一心想幫助人類。好多時候佢哋都被三維嘅地球人誤認為係星球人，係外星人。其實佢哋唔係，佢哋都係嚟自其他唔同維度空間世界嘅神。當然佢有啲係善意嘅，有啲就未必係善意啦，可能有目的嘅。但係大部分嚟到三維地球同人類溝通嘅嗰啲神，就係大家講嘅外星人啦，都係好嘅。佢哋都想幫助地球人去揚升，去創造神傳文明嘅世界。呢啲就唔係善神咯，就係我哋要嘅咯。我哋同呢啲神同行啊嘛，我哋堅定與佢哋一起啊。咁每個世界裏邊，除咗神，仲有啲乜嘢咧？我哋有羅漢喎，有菩薩，有佛。咁呢啲又係乜嘢嚟㗎？羅漢、菩薩同埋佛係一種結果嘅地位，所以我哋稱之為果位。你達到一個 level， 一個階級，你就會得到嗰個結果嘅位置。例如菩薩，菩薩係一種果位，你要修行，你先可以去到呢個菩薩嘅果位。羅漢一般我哋稱之為聲聞緣果。聲聞就係我哋聽到聲，唔係聲音喎，唔係別人講嘅聲音喎，唔係聽到 Johnny 少偉講嘢喎，而係開悟。當就好似一個當頭棒喝一樣，棘就棘醒咗啦。咁當你係覺醒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羅漢嘅果位。幾時覺醒啊？每個人都唔同。當你進入羅漢果位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明心見性，你就可以打開你個心，開始你嘅修行。修咩行啊？修菩薩道。咁好多人都修菩薩道㗎噃。隔籬姨媽姑姐、三姑六婆都話去修菩薩道，又去食齋，係咪？又去念經。咁修菩薩道咪好容易？No，修菩薩道佢有幾個基本嘅要素。第一個就係慈悲心，第二個就係憐憫心，第三個就係無私嘅心，第四個就係感恩嘅心，第五個係平等嘅心。係咪越嚟越難呢？第六個就係尊重嘅心，第七個就係同理嘅心，第八個就係博愛嘅心，第九個就係貢獻嘅心，第十個就係寬恕嘅心，第11個就係包容嘅心。呢個就係最基本。咁好容易啫噃，好多人宣告都話啦，我係一個點樣嘅男人，我係一個點樣嘅女人啦。好多人都即刻宣告，揾翻自己嘅天使特質。我係一個有愛、負責任、承擔嘅女人，我係一個有愛、負責任、承擔嘅男人啦。但係有幾多個能夠活出嚟啊？活出呢種天使嘅特質啦，活出個天使特質唔係講出個天使特質喎。講用乜嘢啊？但係活出嚟咧，咩叫活出嚟啊？就係身體力行，主動行動帶動。OK，
你話有愛，咩叫有愛？你有冇活出有愛？你有冇活出慈悲啊？你有冇活出憐憫嘅心啊？你有冇活出無私嘅心？係咪好難啊？無私嘅心啊，容唔容易啊？唔容易啊！無私喎，三姑六婆得唔得？隔籬鄰舍阿七姑八嬸得唔得？唔容易係嘛？仲有你要活出平等心啊！點為之平等心？無分別、無差別咯。喺你面前嘅生命，佢好有錢或者好窮，你唔可以憎人富貴嫌人窮。喺你面前，可能一個傷殘，一個乞兒，可能一個低 B 低能，你如何要平等對待佢啊？你可憐佢，定係你同情佢啊？定係你同佢同你一樣咁睇？平等心 ，it's not easy， 唔容易噶。謙卑心，個個都爭住認第一，個個都爭住認叻。有幾多人好謙卑、好 humble 咁樣處事處世啊？寬恕心、包容嘅心，包容唔等於包庇。好多人做到包庇，我好包容噶，其實大家都喺度包庇緊一啲佢哋假裝看不到啲嘢啊！好多人都包庇社會上嘅不公平、不公義，嗰啲唔係包容就係包庇，所以大家唔好搞錯。仲有貢獻心，有幾多人真心真意去貢獻？好多人都話我冇錢，我冇能力，我貢獻唔到啊！但係你識笑噶，你識講唔該噶，一個笑，一個唔該就係貢獻啦。使錢嘅咩？唔使錢噶，呢個就係菩薩道嘅基本嘢咯。如果大家喺度修行，修緊菩薩道嘅朋友，請你哋認認真真行上菩薩道，好快你就會獲得菩薩嘅果位。有一個人喺2000年前，佢喺30歲就已經得到菩薩果位啦。呢個人就叫做耶穌基督。2000年後，佢已經好大嘅成就，大家將會見到佢嘅成就。我唔講啦，下一步就係去佛嘅果位。去到菩薩嘅果位之後，喺好多維度空間嘅世界，菩薩世界裏邊，好多菩薩佢哋都喺度修行緊。當佢獲得大智慧之後，佢哋就可以升呢，得到佛嘅果位。佛嘅基本嘅元素就係智慧，擁有無上嘅智慧，擁有通天地、通天下、中環悲概嘅智慧，擁有時間上嘅智慧，超越時空嘅智慧，超越生命嘅智慧，去到佛嘅果位。每一個世界，每一個維度空間都有佛嘅世界。三維地球就冇佛嘅世界，因為2500年前釋迦牟尼佛就已經圓寂咗啦。記住係圓寂，聽清楚嗬。2500年後喺呢個時代，喺呢個大時代，將會有一個新嘅佛出現，呢個就叫彌勒佛。Maybe I'm not pronouncing well，可能我發音唔準咯。
佢就以賽亞、以賽亞。每一個空間，每一個維度空間，都有佛嘅世界長住，都有西方極樂世界，都有佛淨土。當你有能力嘅時候，你就可以去。點樣有能力？點樣有能力？曾經有出家人問過我呢個問題，其實唔複雜，係好簡單。4個字：同頻共振。4個字：同頻共振。4個字：同頻共振，你就可以去啦。但係點樣去做到同頻共振呢？心靈合一。但係點樣做到心靈合一呢？就係與佛同行，得唔得？咁當然你想去佛嘅世界，你一定要咁樣做啦。例如你要去釋迦牟尼佛嘅世界，咁咧你就念釋迦牟尼佛嘅聖號啦。去菩薩嘅世界，你就要念菩薩嘅佛號啦。菩薩有好多，大部分人都鍾意觀音菩薩，係嘛？OK 噶，係有觀音菩薩嘅世界嘅。OK。至於金剛菩薩係唔殺生嘅，但係金剛可以消滅魔，任何一切阻礙修行人去升呢嘅，進入羅漢果位、菩薩果位、佛果位，任何魔去阻礙嘅，金剛都會出動。金剛係憤怒相，佢哋真靈係好惡，但係佢對生命係唔惡嘅，佢係保護修行者，所以我今日都喺度，大家唔使驚嘅。如果有人要落降頭詛咒你，只要你堅定與神同行，堅定與我哋一起，你冇事㗎。因為只要堅定站喺正義嘅地位嘅地方，我哋係危立不倒，我哋可以經歷任何嘅魔效，唔似穆罕默德3次魔效都肥佬。OK， 我記得有一次我講過穆罕默德嘅阿拉真神已經出動去收復呢班人。仲有一樣好重要嘅，將來都冇晒宗教㗎喇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已經可以直接同神溝通，所有宗教嘅場所，所有嘅教堂，所有嘅寺廟，所有嘅回教寺，所有嘅佛堂，所有嘅道觀，所有嘅清真寺等等，都將會成為個別生命嘅道場、修行嘅地方、靜坐嘅地方、做冥想嘅地方、學習嘅地方，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同神溝通。我哋都好清楚邊個打邊個，因為我講得出嚟啦嘛。所以大家要記住，要堅定信心，與神同行，堅定站喺正義嘅立場。我哋要擁有智慧去明辨是非。我哋睇到魔嘅真相，我哋唔會着魔，唔會入魔。記緊，我哋學習菩薩道嘅頭先我講嘅所有嘅天使特質，除咗你要宣告，你仲要活出呢個特質，咁你先至可以一步步去覺醒同埋揚升。今日我就講到呢一度，我好期待大家能夠同我一起傳到愛與和平，同我一起去創造一個有愛、貢獻、和平嘅神傳文明世界，重建香港，重建亞洲，重建地球。I love you all，
我係 Johnny 小偉，Good night。